好，今天给大家做的是川西青椒鱼。我们今天有的食材是在生霸买的龙利鱼、青椒、大蒜、姜、花椒。因为这边没有葱，我们只有用蒜苗来代替。然后再来看佐料，我们要用到的是油、生抽、酱油、蚝油、糖、盐。首先我们把这个鱼切成小块，把鱼切成小块之后再来片。好，片成一小片一小片的即可。切好的鱼片装盘，然后码盐静置20分钟。青椒切细。好，切好的辣椒装入盘中。剁蒜，切好的蒜末装盘。姜剁碎，切好的姜放在盘里。将腌好的鱼放到油锅里面炸30秒钟。油锅内放入刚刚备好的蒜、姜以及花椒，还有依据个人的爱好放一点香叶，炒香。炒香后，我们放入已经切好的辣椒，加入少许的生抽、蚝油、糖，再加一点盐，炒至1到2分钟，加入蒜苗，炒香。将炒好的佐料淋到刚刚炸好的鱼片上，这道川西青椒鱼片好。bimeze neza cyane biraryoshye kabisa. It's okay.